观众朋友恁来帮助消化。为你介绍小久，就是阿某串食别人地，生囝家己的。啊无你生囝，敢要甲人讲假？哎呀，你就是毋捌啦。哇，咱庄卡，迄个阿某吼，咱拢安尼放完出去啊。啊，若去吼，迄阿某若放出去吼，拢大垃圾啊，扫拢去别人园讨呢，足奇怪。你拢去别人的地食啦。啊，若要生卵的时阵哦，哈，伊绝对转来家己的收生，绝对袂去别人的收生啦。就是讲哦。较好较歹哦，嘛是家己的厝较温暖就对啦。那你讲起来，阿母若算食别人的转来厝生，哦，这阿母我真高兴哦。坦坦输起啦。对。我讲的俗语就是讲哦，10年教囝勤读册，留学完成唔当家。哦，我知影你讲的意思啊，这就是咧描写。3月霜来是清明，家家户户来走山边。对啊，当阮金母大家咧唱啦，你什么咧唱伊家来？是讲10年教囝，10年教囝就是算梅教主啊。对啊，伊这个意思呐，差不多是安尼啦，就是讲父母吼，教囝安尼，看伊外后读拢无要紧，尽量甲辅伊读安尼。哦，真可心就对啦。迄个孟母三迁就对，比如讲这个学校啦，读袂晓，换这个学校。对，意思讲骗鬼，孟母三迁的时代有学校。有啊，就是学堂的意思啊，就是惊讲啊，像我啦，像你这款型的，我若介住隔壁，拄好拖歹去啊，嘿，阮囝若互伊拖歹，毋好咱来搬厝的意思啊。你讲起来，安尼下回可能是读迄个做中山女中的。莫讲遐去啦，讲正经的。讲父母吼教囝的心情就对啦，无论你爱读什么，伊就尽量的富给你去读。但是读有当时有的一部分啊，都留学啊，哦，像讲去美国啊，去西洋去留学啊，留学了后去当落遐水查某囡仔，就到遐生家啊，拢从来无转来啊，无转来父母住祖国，住因厝啊，就目睭安尼金金看，哎呦，阮囝当时要转来。我害着母亲安尼就对啦。你绝对唔通安尼做，因为咱做人上主要都唔通忘本吼。不管讲去倒位求学，应该咱都转来看是大人嘛，啊嘛要回馈咱的国家，唔对对。换我讲，饭桶挂链是正人艺，时间若久，才会知影讲伊是一只洋马。你即摆这是什么仙句啦？我哪毋捌听讲饭桶后挂链啊？意思就是原来你讲古早时代，恁搬歌戏有一个做阿贵啊，迄什么贵？四零贵。哦，对，你来看，好，伊咧食饭偌高食，拢用饭桶食呢。结果落尾人咧看伊咧做工课时，好，迄3啊块一摆，夹到50-60困难，做一摆夹去，人才知影讲伊是一只洋马啊。根本伊食的物件，拢总毋是臭拢肥的，拢事实食偌济有付出偌济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我知影你咧讲哦，啊那照常的肥就是臭拢肥对吧？你讲照常臭拢肥哦？我讲上过，迄伊讲的，我绝对无讲。上过，敢若伊讲的哦，伊要误我，你莫误会我。有诗为证，有诗为证。我拢无讲。讲正经的，迄若干所有的头家啊，咱对咱的心路吼，绝对唔通，唔通怨人食。